大家好，我叫鍾爺。香港和民大家聽得多，我今日同大家介紹一下呢間和民深圳唯一一間直營串燒居酒屋。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由11點半至凌晨2點鐘。搭1號羅湖線國貿地鐵站 B 出口，行大約3分鐘就到噶啦。一入門口就見到孤獨的美食家陪你食嘢。呢度啲擺設好有日式居酒屋氛圍感，置身於日本一樣啊！我哋睇下 menu 先，居酒屋沙律、刺身、壽司一定唔少得噶啦。就連出名嘅燒料啦，其他串燒都有好多種選擇。炸物啊、天婦羅啊、燒物都同樣出色出眾嘅。仲有其他嘅小食，飽肚嘅拉麵、蕎麥麵都應有盡有。好誇張，鍋物啦、甜品啦，就連飯類都有啊！真係你想食乜嘢都為你準備咁啊！仲有食串燒完全唔少得嘅日式酒類，都有好多選擇噶。散叫之外，大眾點評、美團仲有2人餐、4人餐揀添。睇下真係好有日式居酒屋感覺，而且係開放式嘅廚房。明刀明槍，真材實料，唔怕你睇住班廚師嚟整嘢食啊，怕你睇唔到添。日式生啤、鮮榨檸檬燒酒，食日式串燒不可或缺啊！呢碟日式沙律，尤其是個汁啊，非常出色。呢盤燒料又新鮮又有光澤，睇落已經不得了。加上師傅真係隔住個玻璃兜口兜面喺你面前用炭火燒煮，視覺效果非常好，非常正啊！燒完出嚟又靚仔，食落夠味又脆口，而且好香嘅炭火味，真係用真正嘅炭火先至燒到呢種口味出嚟，有我中意食嘅提燈，正啊！而呢個炸雞又好食，又夠 juicy，又脆。唔夠喉，仲可以叫個拉麵，叫個豚肉鍋，食到飽飽先至走。最後食埋個芝士忌廉咖啡果凍，咁就完美。食飽飽呢，臨走之前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我叫一見鍾情，拜拜。